来看立法院的消息，今仔日国防委员会安排机密会议进行专案报告。国防部长顾立雄就认为今仔日安排这个专报的目的是要争取条例复位进前在野党有讲因要家己去提这个国防有偿的版本顾立雄就认为讲，这根本就无必要。 接下来我们先进行清场。请媒体记者全部离开，通讯设备全部锁伫咧厨房内底。立法院国防委员会今日针对1.25条军购特别条例做专报，用专定机密的方式来开会。还是能够尽数互为。如果不能公开，我们就以机密怎么来处理？我们可以公开，就以公开的方式来跟各位做个报告。 国防部长郭立雄开会进前发声，调解立委赶紧复会审查，行到委员会了后，佮特别向民众党立委黄国昌就致歉。尤其黄国昌访问美国了后，先表态计划提出东办条例了后，即马就和国民党嘛暗算对咧做。我们支持国家建军战备相关的一些讯息能够公诸于社会大众，让他知道我们的钱是用在刀口上。我们不排除会再排一个公开的一个报告，让大家比较清楚一个框架。如果说你要花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高额的纳税钱，我觉得应该要清楚的说明。今日对咧主题版本，南野党内暂时无得到共识，只是南北伫咧天数委员会已经8摆红色国防特别预算，即马个按算主题版本，郭立雄认为无这个必要。 如果朝野政党有任何意见的话，都在我们这个条例里面进行讨论。如果要做修正，也在这个讨论修正就可以了，应该没有自己这个版本的必要性。那希望1.25条的军购案会当赶紧审查，就和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内1约780亿的新增加预算，嘛希望会当付费来做好自我防卫的能力。 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 频道。